今次講一講 Creative G8，多種插口，接駁任君選擇，同時可以兩台設備共同使用，前置安鍵及線材接駁。右邊嘅旋鈕總聲量控制，而左邊嘅旋鈕傾偈與遊戲音量。仲有3個嘅實體鍵。SBS 冇燈，冇任何效果。白燈，啟動聲音模式。藍燈。Scout Mode 綠燈，直接播放模式，耳機或者喇叭。白燈就係耳機，冇燈就係喇叭。3.5mm 嘅咪，3.5mm 耳機同埋耳機連咪。如果用耳機連咪，冇聲音或者講嘢冇聲，就要用分插1分為2，插翻相應嘅位置就可以解決問題。如果你嘅耳機係用 6.35mm， 可以加一個 6.35mm 轉 3.5mm 嘅頭。由於轉接後接頭就變長，會令 G8 抬高，建議購買轉接線就唔會抬高咗。最後就係杜比顯示燈，當收到杜比信號就會着燈。後置及接駁方法，因為接駁方式太多，今次只講我自己接駁嘅流程。我有2部電腦 ，PC1 HDMI 接駁音頻分離器，經 EARC 勾去 G8 嘅 HDMI ARC，PC1 插去 USB1，供電加設定 ，PC2 插去 USB2。俾語音聊天用嘅 Discord 切換為 ARC，PSY 一樣設定 ，USB1 供電或者遊戲聲音輸出，USB2 可以改為手機聊天，亦都可以播埋落 PS5。G8 Software 界面聲音模式可以一次過設定所有後果，或者使用官方提供嘅設定檔都可以自定，不過係唔能夠 save， 一轉其他設定檔就會冇咗。Acoustic Engine， 我覺得佢啲聲音再好聽啲。我多數打機為主，開體環繞 Crystallizer 低音都夠玩㗎啦已經。等化器反而我唔開，因為我暫時未需要用到。玩熟咗 Acoustic Engine 之後先再教都未遲，或者直接使用官方嘅 Profile。直播模式聽耐咗 Acoustic Engine， 反而原汁原味聲音冇咁出，所以最後都係唔開。Scout Mode 佢話可以加強腳步聲啊、語音同埋武器裝備，基本上都唔開呢個 mode。有開過一局射擊 game， 腳步聲較為突出，不過對聲音要習慣。解碼器前提你要杜比先可以用到，暫時3個設定都試過，依一刻未聽得出分別。混音器播放即係你聽緊所有嘅音量，監聽所有輸入完嘅聲音，係用 USB 的話唔會控制到。外接麥克風要瞄，耳機會聽到自己把聲。我用 HDMI ARC 嘅關係，光纖輸入要收音，所以唔瞄。我唔需要錄製，所以用唔着。左邊嘅播放似乎你嘅耳機可以支援到幾多聲道嘅環繞聲，因為我用緊 A40 嘅關係，改成7.1環繞。喺杜比官方都有介紹 A40 耳機，應該都唔會差得太遠。我冇使用喇叭輸出，所以唔設定。White 聲一定會開，因為唔開嘅話 ，G8 同電腦總聲音會分開兩邊獨立校。電腦及 PS5 注意，我研究咗一陣，加上用埋杜比 Access， 唔能夠將 G8 點燈，要似乎遊戲有冇加入編碼功能。如果要喺電腦出到嘅話，就要透過用軟件編碼，將杜比信號傳給 G8。Pop Player 可以做到。只需要係音效輸出，選擇你 HDMI 輸出裝置，再 Pop Player 右鍵，音訊聲音輸出方式編碼為 AC3 後用 Powerful， 此時再望 G8 就會成功點燈。呢個方法只能夠用在播放影片，唔可以打機時用。打機嘅話就要放棄使用 HDMI， 改用 G8 USB1， 在 G8 Software 耳機更改為 7.1 環繞，戰地風雲錄就會探測到。G8 為 7.1 聲道裝置，其他遊戲要視乎有冇支援多聲道輸出，如果冇就建議更改為 HDMI 輸出，或再配搭杜比 Access 令聲音再豐富。設定聲音麥克風輸入裝置設定為 G8 USB2，USB2 只係對聊天有效。聲音輸出裝置 HDMI AV 擴大機 HDMI 裝置類型 AV 擴大機，聲道數 7.1， 聲音格式改為杜比 Atmos， 此時 G8 就會着燈。PS5 好處就係本身內置編碼，即時可以用到。最後真係唔明點解廠方唔整翻個咪靜音及電源開關嘅實體鍵，我唔係常用，同時都唔想日日通電。之前 A40 嘅 MixM 就係咁樣壞咗。如果大家睇完遇到有咩問題，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亦都可以 follow 我 IG，定時會有 IT 教學。